Hello，大家好。做房地產咧冇乜捷徑嘅嚇，就係不停咁做啦，重複咁做啦嚇。好似今日咁，又帶大家嚟睇一套全新裝修嚇，又係未入住過嘅嚇，全屋家私家電又係品牌嘅嚇，去片俾大家睇下。三房兩廳兩衛嘅，又係全新裝修嘅嚇，位於大亞灣中心區，全新時代啊！感興趣嘅朋友嘅話私信我啦。